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9月23公视台1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台北市一间无牌的老人安养院火烧，夺去3人的性命，这也引起人注意。都市内底过几工的安养机关开始真欠。国民党正在推动2项公民投票，早起江启臣主席也带队，把第一阶段的联署单送去到中选会审查。元大宝华综合经济研究院这个机关预测，今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会当达到1.63%。观众朋友，咱先来看讲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说明讲，今日无新增加染着武汉肺炎的患者。目前国内共款是509宗病例，另外有18个菲律宾人和另外一个日本民众对台湾倒转去因国内时煞来验出新代病毒。咱等下来听陈时中指挥官上届新的说明。总有18名的菲律宾籍的民众，及1名日本籍的民众，自我国返回母国的时候，检验出 COVID-19 的肺炎的阳性。那这位日本的民众，他大概是8月9日入境我国，9月12日检疫期满，9月14日返国。那在入境日本的时候，采检抗原的检验结果为阳性。好，在9月20日、9月21日，日本政府以核酸就 PCR 的检测复验的结果为阴性。好，所以这大概是一个在检验上的问题。基本上在台湾应该是没有影响。那最主要是有18名的非籍个案，年龄介于20到50多岁，8名男性，10名女性。那18名个案在台接触中匡列了372人。那不过目前我们就一样，我们对于国外通报来的案例，我们都当作本土案例进行相关的一个疫调。那然后来厘清在台湾的一些情况。那目前有采检的那基本上都已经是阴性。咱再来关心，昨台北市内湖一间无牌的老人安养院火烧，夺去3人的性命。虽然市府社会局和卫生局拢讲，唔捌接到地方通报业者无登记，不过里长也有出面反驳。总是不幸来发生，也引人警觉讲，都市内底过几工的安养机关真欠，可能民众阁为着要省，才会甲亲人送去这款无立案的场所来看顾。台北市空灵一间无立案的安养中心，日前发生火灾，互3个老大人无命，嘛烧出无照的安养机构的空棚。3个老大人在生的时阵，活伫咧面积真细所在，照顾环境真歹。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批评讲是天理难容。台北市卫生局甲社会局表示，过去无接到通报讲是无照的安养中心，当地里长是反驳这个讲法。好，会看到那个外籍看护出来倒垃圾，其实它基本上就是铁门，里面人也没有跟外面人接触。前阵子也有遇到负责人的先生，那你跟他询问他怎么说的？他是跟我说，黑是就是照顾家里的长辈。根据法规，要设合格长照机构必须要符合真侪项规定，包括消防安检、无障碍设施等等。像讲合格安养照护中心要有多声指示灯、消防栓、灭火器，天棚该街道自动热水器，走廊的跨度嘛要有充分的空间，会当互倒伫眠床的老大人来导览。根据统计，台北市私立小型的养护机构都全省时期203间，一直到干那春桥90间，尤其是信义、大安、南港、松山这4区是欠相关的大属机构。业者分析，这甲台北市的土地珍贵、人力成本负担真重有密切的关系。说你要在蛋黄区去设立这样的一个长照机构，相对来讲是困难的。卫福部统计，全台湾的护理之家、老人养护中心等等的大属机构，总共有11万床，平均占床率是8.5%，应该无床位无够的问题。不过业者表示，民众大部分希望伫咧在地甲社区养老，所以都市的照护机构常常客满，虽望政府协助成立日照中心，不过无法度满足24小时照护的需求，所以民众可能为着要省钱，方便较近会当照顾，才会选择不合法的安养中心。记者综合报道。咱赶紧甲观众朋友报告，下晡1点51分，台北市市民大道一间餐厅，雄雄发生瓦斯爆炸，店内玻璃拢弹甲脆炎炎。消防人员伫咧现场救出2个男性员工，加载拢是小可烫着伤尔。爆炸的原因，就要等待警方进一步查明详细。过来，咱嘛报告讲，昨日暗台北市一台公车驶对安全岛去哩，可能是无辜的过路人。过卡新司机才承认捌食着毒品。目前政府要求客运业是1年当4个司机要抽1个出来验毒品。不过，若讲到这站计程车甲高铁这方面的规定是加真严的。
21伫台北市内湖弄起人行道3中客运的驾驶，承认讲顶礼拜有食毒。目前政府对客运业，敢若要求一年抽检25%的驾驶，若是有阳性的反应，就袂当开车，一直到验出无食毒的反应为止。交通部讲，这个部分确实是有漏交的，会要求公路总局会同地方政府全面检讨，处理客运驾驶食毒的情形。客运公车跟游览车方面，那这个相关的规定比较不明确，在执行层面，我们会请公路总局来协调地方政府来加强监督。交通部表示，计程车业爱12年来无食毒的记录，才会当办理计程车驾驶人职业登记。代替高铁是规定司机员，便若食毒，就废除铁路驾驶的执照。客运业确实爱较严格来执行。台湾汽车客运产业工会表示，因为客运的驾驶薪水低、工时阁长，长期过劳之下，无排除是冒险用违法的手段来提薪。其实有的司机就变成说，因为以前可能是靠提神饮料嘛，少部分的司机可能用这个方式去让自己达成他想要的一个工作的精神，那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工会呼吁，政府应该爱重视客运业长期过劳，也佮有以各种的手法闪开劳检的事实。嘛有台北市议员质疑讲，食毒24点钟了后，可能就验袂出来。因为安尼，政府应该爱规范，便若有食毒的记录，就袂当做客运业的驾驶。记者综合报道。关心政治的消息来讲，国民党正咧推动2项公民投票，一站是公投含大选同日举办，搁一站是反对这回美国猪肉进口。早起江启臣主席带队，甲第一阶段的联署单送去到中选会审查。早起行政院苏贞昌院长也批评昨国民党占议事台这条台，伊讲总务立法院叫伊倒来，说互伊无通报告，袂当上台。人民要公投，力挺台湾猪；百姓要健康，来猪不要来。国民党主席江启臣，甲立法院国民党团总召集人林维洲，带领党部干部甲立委，甲一箱一箱在公投北大选，甲实案公投2件公投第一阶段的联署书送去中选会。江启臣公布联署书的数量，第一案公投北大选联署书拢总收到12519份，第二案实案公投是收到21170份的联署书。我们送的第一阶段，那第二阶段能不能过，就要看中选会。所以今天来到中选会，我们除了送案，我也要呼吁中选会不要卡案，不要卡案。你卡的不是国民党，你卡的不是这一些联署的人而已，你卡的是一个整体的民意。整体的民意有高达70%是反对瘦肉精猪肉进口的。主席，你太傻太天真。好，中选会不卡案，怎么对蔡英文交代呢？中选会收件的时阵，国民党要求爱明确回答完成插队的时间，却敢若得到依规定办理的答案，双方对徛气氛是无介好。也若国民党为着反对美国猪肉，抵制行政院长苏贞昌日伫咧立法院的施政报告。苏贞昌受访的时阵讲，立法院的运作是反起反倒。昨天我应邀到立法院报告。是立法院朝野党团协商，而且立法院排的行程，我已经应邀前往，却不能上台，这是立法院自己运作的，出尔反尔，这国人也都看在眼里。苏贞昌认为讲，那是因为政党的竞争影响到行政院长向民众报告的内容，嘛会影响到民众知影的权利，民众嘛袂欢喜。记者综合报道。昨昏国防部公布，中国解放军又搁2架飞机侵犯来到咱西南边，空军也有派出舰机警戒。但美国陆军现即期出版的军事评论就刊讲，美国应当就爱搁准备派出军队来台湾镇守。虽然学者是分析咱2国也无邦交，这款主张要实施有较为难，不过这也是咧警告中国就爱准战。中共军机最近直接扰乱台湾，国防部日暗时公布，中共2架运8反舰机侵犯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空军派战机升空反制，而且公布其中1架相片，这嘛是17以来中共军机第5届扰乱台湾。面对中国一直伫咧军事呛声，国防部嘛公布联合防空作战的训练影片，强调讲确保主权的决心是绝对袂改变。身为中华民国的空军，我们怎么可以让别人在自己的领空上耀武扬威？台海紧张的情势欠悬，上星期美国陆军军事评论相月刊以中国武力犯台做主题来做系列报道。
其中研究员指出，若是想要维持保卫台湾主权的承诺，美国就必须要考虑讲重新伫咧台湾部署地面部队。嘛指出，美国陆军应该做准备，伫咧台湾部署4的正万兵力，还有正清台当中军车。倘好甲拍过来解放军赶落海。目前美国在整个亚太地区的驻军，基本上还是以他的条约盟国为主。我们跟美国目前并没有正式的官方关系，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其实要期待说美军驻军到台湾，我觉得这是可能性跟可行性，目前来讲都非常非常的低。学者指出，台美目前无邦交，美军要驻台可能性无悬。啊，毋过伫这时阵放消息，应该是甲中美之间的军事比拼有关系。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沙坡以书面来回复记者问的问题，讲要安怎看待中国最近伫台海的抢声动作？沙坡表示，台湾的安全甲人民无受威胁，自由决定未来的能力，对美国来讲是真重要的利益，对区域安全来讲嘛真重要。佮一再强调美国挺台湾的立场。记者综合报道。关心一件社会事来讲，彰化一个姓林的男性，因为赛车出门，拒绝警方验酒精分，连续4年11摆，罚金计共90万。结果伊用牵手做担保办分期，头尾接纳2遍4000块，就搁顶点点。彰化监理站只有是甲这条案移送行政执行署，法务部的人员昨下去到当事人厝内打封条，顺利把所有罚金拢收入来了。这个义务人的话，他是全国第1名，自欠金额最高的这个义务人，他总共自欠的金额酒驾的原因高达90万，然后我们就跟他办理分期，然后他就答应他1个月就缴2000，然后请他太太当担保人，缴了2次以后，他就没有再继续缴纳了。那没有想到呢，去查他太太，就是他担保人的那个名下财产，发现说，其实他太太还蛮有钱的，那我们就去扣他太太的存款。法务部人员踮壁顶打封条，果然厝体内底一寡机器也迅速查封，原因就是这落厝的所有权人林某人，过去连续4档11摆赛车的时，拒绝警方验酒精分，罚金分期阁唔愿照纳。行政执行署彰化分署才会换对担保人，也就是伊的牵手请求。昨经过查封，所有的罚金甲执行费用也拢总收到了。这也是目前国内食酒赛车罚金欠了上久的一件案件。咱过来看早起财团法人元大宝华综合经济研究院这个研究机关发布上届新的经济预测，指出讲台湾对动武汉肺炎做了有安全，佮也顺续带动店厝内采买，佮经过网络送货到府这款生理的起草进展，估计规年度的经济成长率有通达到1.63%，尤其明年佮会当达到3.1%。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着全球的经济，元大宝华综合经济研究院23发布第2届经济预测更新，强调讲台湾受到疫情的影响，今年经济成长率是落到 1.5%。不过台湾的疫情控制了真好，间接带动提经济甲远端商机，因为安尼修正经济成长率到 1.63%， 而且预测下半年的经济成长率是保持。我们的消费当然受到伤害了，但是我们没有像那些疫情很严重，他做了这个封城。lockdown 的那样的一个动作的那些国家呢，那个消费的这个影响呢是非常严重。虽然国际预测机构普遍对今年全球经济甲贸易量是无乐观，连带对台湾的经济预测是较保守。不过，因为台湾受到美中贸易战的影响，资讯甲通信科技产业出口的情形，颠倒是比中国、韩国较好。预估明年经济成长率是 3.1%。顶半年成长较低，下半年成长率较低。受惠之一，我刚才讲宅经济，还有这个远端的这个商机，另外一个美中的这个贸易战，那这个多多少少也是对台湾的这个电子产业呢，到目前为止它是正面的。元大宝华表示，最近新台票的走势持续偏强，比亚洲其他国家的货币较强。按算明年新台票对美金的汇率也是偏强的。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国际消息来讲，美国总统川普伫联合国75周年大会现场演讲，突破讲因为中国病毒夺去无数人的性命，中国就要负责任。法国的总统麦克洪是表示，虽然中国和美国当咧对决，不过世界依然真需要善良的力量。另外，咱的邦交国埃斯瓦蒂尼的总理也有开声，望联合国就要接纳台湾加入。
美国总统川普22伫联合国大会演说，要求联合国追究中国和病毒拖到全世界的责任。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22即天，美国因为新冠病毒死亡的人数超过20万例。We have waged a fierce battle against the invisible enemy, the China virus, which has claimed countless lives in 188 countries. The United Nations must hold China accountable for their actions. 川普阁讲，世界卫生组织实际上是由中国控制，而且对外讲并无人传人这种错误的信息。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表示，美国讲的甲联合国大会气氛是完全无效的。因为中国主席习近平是讲不清白、不可中。此时此刻，世界最需要的是团结合作，而不是对抗。是相互信任，而不是传播政治病毒。我们永远不称霸、不扩张、不谋求势力范围，无意跟任何国家打冷战、热战。今年的联合国大会是采用线顶会议，其中一个重点放在处理全球疫情的危机。美中两国之间拼着的气味也是真高。因为法国总统马克龙指出，世界不应该受到美中竞争的影响。Il faudra compter sur la force des bonnes volontés, parce que le monde tel qu'il est aujourd'hui ne peut pas se résumer à la rivalité entre la Chine et les États-Unis, quel que soit le poids mondial de ces deux grandes puissances. 在联合国大会总辩论开始进前，台湾友邦史瓦蒂尼总理戴安博替台湾发言。We must leave no one behind. Therefore, we urge that our community of nations open our doors to all the nations of the world and their people. Amongst the issues that continue to remain contentious is tha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戴安博强调讲，台湾是一直有意义的参与联合国的发展，呼吁联合国爱实践无应该漏交任何人的承诺。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讲完来讲日本一年一摆敬老节，讲叫做白银假期的休困日，因为各地头传染症拢已经有较平静，政府也推出鼓励国民旅游的优待，但真侪观光地区人真是比较逐永年阁加袂少。传染症专门科的医师也开始烦恼讲，万不利民众若无够警觉，病症惊难免会阁再摊开。昨英国的首相 Boris Johnson 嘛发表演讲，表示英国已经行到危险的上车路口，若无即时采取行动，恐惊武汉肺炎随着严重摊开。当下规定，无论计程车还是店头餐厅，人拢都要强制挂喙罨，嘛袂用得超过6个人汇集，无食就要罚金。这个新制度计划连续实施6个月。英国首相强生22日发表电视演说，呼吁遵守新宣布的防疫限制措施，若无可能有更较侪家庭失去亲爱的人。So today I set out a package of tougher measures in England: early closing for pubs, bars, table service only, closing businesses that are not COVID secure, expanding the use of face coverings, new fines for those that fail to comply. 强生嘛呼吁民众尽量伫咧厝里做工课，伊表示英国已经来到一个真危险的转折点，除非随采取行动表现纪律甲决心，若无以后可能要面对更较严格的规范。客停车司机的乘客、先来店家店员甲人客2时开始强制挂喙罨，伫咧餐厅食饭的时阵才会当提掉，违规的罚金嘛会变悬。公共场所无挂喙罨，也是违反超过6个人聚会限制。第一届罚是罚钱200英镑，超市新台票7434块。新的防疫限制可能要实行6个月，军方嘛加入协助警方来执法。防疫层级对第3级的警戒提悬到第4级，意思就是疫情变严重。卫生部门高层嘛发出警示，讲若是政府唔赶紧提升防疫，以防第2波疫情大爆发。英国的死亡率可能会伫咧几个礼拜以来翻倍，而且到10月中，大港新增加确诊人数会超过5万人。If that continues unabated, and this grows, doubling every 7 days, you can see that by mid-October, if that continued, you would end up with something like 50,000 cases in the middle of October per day. 卫生大臣韩考克宣布，针对隔休日后需要自我隔离的人，提供500英镑的补助；若是违反隔离规定，是罚1万英镑。We're encouraged to see a large number of countries signing up to the COVAX facility, but we face some daunting challenges. For the ACT Accelerator to work as planned, it must be funded.
世界卫生组织2日表示，总共有156国加入去公平分配未来疫苗的新冠疫苗全球取得机制 COVAX， 包括64个富裕国家，还有各国前20%的危险族群。啊，不过世界2大强国美国甲中国拢无伫咧这份名单顶悬。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美国政府主张讲，因为中东的国家伊朗无遵照5年前和济国家所签的核能协议，同款啊，搁伫咧生产核子原料，损害着国际安全。因也要求一寡大国家都要联合制裁，禁止出口先进的武器过去伊朗。啊，不过美国家己都已经提出核能协议啊，搁咧要求制裁，这也颠倒引起国际的议论。美国甲伊朗的关系搁恶化。伫联合国对伊朗的武器禁运10月份到期进前，美国2日家己发布行政命令，恢复对伊朗的制裁。Today, I will take the first action under this new executive order by sanctioning the Iranian Ministry of Defense and Armed Forces Logistics, and Iran's Defense Industries Organization and its director. 美国的理由是，伊朗无实行2015年甲真济国签署的核协议，限制浓缩铀的生产，危害到美国甲盟国。川普政府提出超过20个个人甲实体制裁名单，其中佫包括甲伊朗真好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No matter who you are, if you violate the UN arms embargo on Iran, you risk sanctions. 国务卿蓬佩奥嘛呼吁参加签署协议的英国、法国甲德国来做伙做，啊，不过其实伫19，美国表示要重新制裁伊朗的时，并无得到国际支持，原因是川普2018年已经宣布退出核协议，即马煞颠倒头来要求其他国家延长禁运。若像无立场通讲即种话，英国、法国、德国20就发声明指出，美国的制裁无法律效力，伊朗是批评美国若是加强压迫，干奈互家己的国家去互孤立。در واقع امروز ما میتونیم بگیم فشار حداکثری آمریکا علیه ملت ایران در بخش سیاسی و در بخش حقوقی تبدیل شده به انزوای حداکثری آمریکا。中国嘛趁机会来考试美国，干那经对家己有利的法律来做。美方对国际法合则用，不合则弃，不仅自己不守法，甚至还扬言要以非法的单边制裁来胁迫其他的国家。这种蛮横无理的做法，已经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不满和反对。啊，不过美国嘛辩解，因是原属签署的协议国，嘛是安理会成员国，有权利来执行制裁。啊，不过伫各方都无共识的状况之下，这礼拜联合国大会一定会引起争论。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内地方环保的消息，时代力量立委陈椒华为着要查明台南市客家者去互人带炼钢的炉底遐的废弃物迄片农地，土肉敢有带毒性？但也要求环保署要紧乌土采验。是讲环保署南区大队这边却表示，地主若唔肯配合，就无法度。这也引起单委员真反感，批评环保署敢是咧处理遐不法的人士咧。台南客家农田路西回屯经济继续摊销，为了确认土骹底到底被带了偌济数量，敢有毒性，土检今次已经做着复检。时代力量立委陈椒华要求26这礼拜六，环保署甲台南环保局以及检调单位应该前往现场进行开挖。开挖的重点就是确认违法，确认违法，然后还有确认他挖的。它的埋的深度，然后才可以追不法利得。立委表示，废清法第9条甲土污法第7条拢有授权主管机关进场检查采样废弃物。不过，环保署南区督察大队强调，检调已经在进办，而且开挖需要经过地主同意。至少我们还是要经过地主同意，我们才是。没有啊，你们依这个废清法第9条、土法第7条，你不用经过地主同意啊。你们就有公权力啦。陈椒华补办官员的回复，非常环保署，敢讲是咧处理不法人士。官员后来讲，到时阵现场有员会准备开挖的机区。稍远那天我们还是会把那个需要的机具备妥啦，那其他我们还是会依照程序来走啊。陈椒华表示，依照废清法第46条。若讲农田被开挖出来的路西，当金属加过标准，业者其实就唔免面临刑责。所以，伊宣布将会提出修法，只要挥发到废弃物，无论是敢有毒害，经济重大者，拢需要面临刑责。记者综合报道。
咱我来看台东知本松林游乐区的步道边，有2丛已经发甲30外公尺悬的大树，实在树头拢皱甲已经用要拍去啊！为着惊讲若临时倒落来造成危险，台东林区管理处咱嘛专工聘请专家吊索啊，挽起哩树丛上顶头，一节一节记，经过将近2礼拜，才甲这2丛大树完全断根暂隔离。我近2礼拜的记树啊作业，这丛伫日本松林游乐区步道边仔的外来种摩拉角下翻大树，最后总算伫事先设计好倒的方向，以索啊固定，顺利放倒。不过，若讲伫无有景的情况，大树就安尼倒落来，可能对进入游乐区的游客也是市区费的设施甲环境会造成伤害。台东林管处经过3年外的监测，发现园区这丛大到30外公尺悬的摩拉甲合管根部甲树干，拢被藤树直被死亡。今年编列30万进行归树清除的工作。基于游客的安全考量。那尤其是它是刚好在步道旁，然后根系有一部分刚好是在边坡上。程度这么悬的归树，无确定因素真济，林管处特别找背树专家来指导。大工工作进程拢爱勤俭教育，指导工作人员伫30公尺悬的周期的树顶作业，也爱注意袂当伤害市区费环境生态，爱真细致。所以工作人员即会当先吊挂像树顶，徛伫树顶一段一段记录树块，用流浪方式运落来，而且一摆一个人吊挂就树顶一点都是1工，这可能是过来头一摆用这款的方式清除危险树啊。有一些腐朽跟长菌在上面，所以基本上上树之前就要先做好评估。像这种树上的工作一上去，大概就是要待到1整天，就是工作处理完才会下来这样。也通常我们又会准备一些比较简单的，或是像香蕉啊、能量饮啊，直接在上面用这样子。园区内也阁有另外一丛30公尺悬的小叶南洋杉，也破败起去，这一摆也同齐清除。台东林管处表示，这2丛树拢会送到动物场保存，提供环境教育相关的用途使用，延续因的生命价值。记者综合报道。做伙来了解2条交通的新闻。台中市大理街有4搭委托民间经营的公有停车场，发生民众停车较无半点钟，电脑却当作1点钟落去算数，经过半冬外，已经加收将近55万。业者讲是系统计算订单，加扣的钱额，等下拢交转去市府了。另外，大家这边嘛有2搭停车场，同款有加扣着人的停车费，公所已经有处分业者。伫咧公有民营的停车场，停10分钟以内离开唔免钱，停半点钟以内以半点钟收费。毋过大理区公所正方式的主任不细致发现讲停车场有超收的状况。经过清查，大理区国光花市停车场、大新停车场、仁兴停车场、甲德丰兴停车场4位，拢是同一个业者有超收的状况。我就去清查，那清查了总共我们辖内的10几个停车场，那刚好发现这4个有相同的情形，就是费用都有超收，都是以1个小时计的情形。所有的进出场时间跟超收的金额，那并说愿意把这笔钱退费给民众。大理区公所去问厂商是以系统出问题来回应，而且修正错误。以台中市停管自治条例为由，行政裁罚厂商4个所在，总共78000块。超收的金额是全部汇入去市府的停车管理基金专户，未来嘛用人工客载方式来预防。另外，伫大甲区由中钢公司所经营的2个停车场嘛有超收的状况，伊契约是处罚新台票1万块。消保官表示，若是证据有漏例，会当请求退回超收的金额。民众表示，平常时根本都无注意。没有注意啦，因为就是反正大家都是票卡进去嘛，多少钱就投一投就出去了。发票收据其实也包括说那个监视的那个录影的画面，只是说它会保存多久，只要我们有相关的资讯，其实我们目的事业主管机关都会去做查核。台中市停管处表示，若是公有民营停车场的业者违反契约内容，会进行罚款。状况真严重的，会立即去不良厂商，未来袂当参加政府相关的采购案。后续嘛会加强对业者的稽查。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讲，昨暗台南市一只豪险客运的巴士靠站的时，一个人客行落车卡，软入去车边去放行李架啊，要赶行李，结果架门煞向放落来。加载人客反应真紧，规身人稳对行李架啊入去，才无去夹到伤。但豪险客运公司也有出面承认司机人员的疏忽。客运停伫咧路边等待民众提行李，不过这个负责人提到一半，差一点啊，互行李的舱门夹掉的。
好佳在旅客反应是真紧，赶紧跳入去放行李的所在，司机嘛随落车回失的。这个惊吓画面，让其他的民众看到，嘛感觉是真合。所以我会就是比较快的先看好位道，容易放进去。就是司机应该也要注意一下，就是乘客放点部分。司机好像是会在旁边看，对，只是刚刚那个影片好像没有，你会跟注意。大客车伫咧要停车时，司机会先拍讲要划一顶号，同时车顶的监控画面会跳到辅助系统。司机唔免落车，就会当知影旅客行李敢摕了啊。驾驶的一时疏忽，才发生这样的事件。那不过呢，驾驶马上立即有发现乘客被夹住的状况，快被夹住的状况，然后有立即再开启行李箱。一般伫咧第一站也是上尾站，会有人提供放行李、佮有提行李的服务。不过伫路中的停靠点，为着安全，只好是旅客家己提行李。业者强调讲，后续会加强司机的教育训练，同时阵嘛诚心的向这个旅客来回失礼。记者综合报道。咱我来讲，云林县斗六近来这几年文旦由失明做看，尤其今年气候佮稳定，文旦的产量比较旧年的4800几吨，但是佮加要1000吨出来。县府也已经甲农委会申请，对今仔日开始，政府会以1公斤10块收文旦油的大粒果有这的利息费，通好减轻我油瓦农的压力。农民在期待合作社的门口口，一台一台载文旦大果的货车已经排队准备要交货，就惊讲想我来，这寡文旦可能都卖不出去。因为最近这几年，云林大斗六地区的文旦是真出名。真侪农民转换种文旦，和种植面积提高到244公顷，佮加上今年气候稳定，产量较旧年的4800吨，增加到5700吨，大果大出全卖不出去。哎呀，啊无惊个排伤久，撑规工，撑到10个头才转去啊。安尼哦。哎啊，想讲看会加收寡无？这几年的价格真的是不错，所以导致农民有信心想要转做去这个，可是。这种东西像柚子，它本身可能要一定的年度那个老长，它的柚子才会比较 OK 一点，所以导致说最近这几年这大幅增加。有农民讲，就惊讲大果卖不出去，半暝3点就来合作社门口排队。分管府农业处收到申请，紧急向农委会来通报。后来农委会同意对23开始，以每公斤10块，另外佮收购300吨初级的油啊。大果的需求，因为大部分靠近中秋是送礼。它会礼盒比较需求比较大，大果的部分会比较需求量没那么大。我们特别感谢我们农委会了哈，除了刚开始的300吨哈，那现在又增加300吨哈这样的一个扣档哈，来协助我们农民哈，来把我们所有过剩的这些大果哈能够透过加工哈来帮忙我们的农民。分管府表示，因为县内加工厂无济，大概若拄到农产品生产伤济时阵，嘛造成真济合作社收购的压力。目前当地规划伫咧高溪乡要新设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区，希望会当有管道处理加工，提升农产品的价值，和产销更较顺利。记者综合报道。咱我来看高雄南仔溪这一间长老教会牧师馆，是68年前所建设的。本地文化局伫咧9月24特别邀请专家会勘，因为已经有人甲这提报做历史建筑。不过昨早起牧师馆就开始咧拆，原来是教会会友已经会议好，讲要订翻。文化局只有暂时先甲牧师馆定做古迹，才搁照定数继续行。涂骹顶满真一工拆落来的窗仔甲建材，这拢是对高雄南仔溪基督教长老教会牧师馆拆落来的。牧师馆伫这个月4号才互提报历史建筑，准备入去审议阶段，煞伫2月2号透早互拆掉。文化局接到通报，赶紧先把牧师馆暂定做古迹。现场呢有一个拆除的一个行为，就是有关铁窗还有内部的契合间都有在进行除的作业。所认为呢，这个案子是有一个紧急的一个情形，因此昨天的暂定复议的小组最后决议呢，做列为暂定复议。不过教会会友有无同的意见，会友澄清是因为牧师馆甲头前已经算是危老的幼稚园建筑，拢已经真旧啊，差不多拢无法度使用。而且牧师馆都有漏水甲楼梯下等问题，实在无适合倒互牧师住。教会进前才会决议要将这2栋拆掉改建。因为我们要盖新的那个建筑物，
一定要有一个完整性。如果这一栋不拆，它就会变成缺一角。现在这一栋是危楼，那么窄的楼梯，搬家具、搬东西的时候都不太容易耶。会友表示，拆除是真早之前就决议的，唔知是安怎决议了后会向方提报历史建筑，但教会拆除的用意是为着会友的安全。文化局表示，后续会依照定数进行评估，甲教会参详保存的可能性，并协助进行保护措施。记者陈焕武、陈显坤高雄报道。关心教育、科技甲文化，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根据教育部的资料，处分幼儿园内底内容统计讲，近来3冬全国拢总裁罚1733件，其中私立的幼儿园违规的就顶9%。上届主要违反规定，就是幼囡仔收了过头，老师甲学生的比例相差伤济。那像是体罚，也是适互人看袂到的所在来闪欺诈。全国总统计，全国教保资信网裁罚的资料指出讲，这3年来全国总裁罚1733件，私立幼儿园就占99.5%。全国违规上侪案件是超收，阁有无符合师生的比例是占3%7%，刷落来是用无资格的教保员占29%。一个班级来讲，30个学生，两位老师，那你超收的部分，学生的一个照护是不是就不全？超收学生是通趁真济，不过红查到敢若是罚6000块到3万块。全教总指出，这就是互部分的私立幼儿园业者一再违规的原因，而且对家长来讲，要发现讲囡仔读的所在刚有超收是无遮简单。譬如说，这个园所它可能核定是30个名额，但是实际上它跟你招收40个小孩。那这40个小孩呢，他会很巧妙的把它分成2个班，一班是20个学生，然后呢，再多聘一个助理教保老师，让这个助理教保老师跑班。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教师能够愿意一起来协力，一起来为儿童的权益来把关。那我们在上个会期已经提出公益揭发的保护法，就是希望说这些勇敢的人能够安心的站出来。全教总认为讲，政府爱公告讲各幼儿园核定一班会当有偌济囡仔，阁有老师等资料。时代力量立委王婉如，阁有民众党立委高庆安拢表示讲，新会期会提出修法的草案，包括提高法则来完整法制面的保障。记者综合报道。咱我来看英国正咧举办一个 AI 机器人的艺术家所画出来油画、素描，甚至是雕刻。原来就是人类运用电脑计算的资料，一点一滴来培养 AI 的机器人，才会渐渐产生，会当发挥艺术才情的能力。英国伦敦的安卡寇蒂斯画廊最近推出一项特别的展览，展览的作品拢是对伊来的。I think the works look very good in this gallery. 头毛短短啊，看起来有淡薄乱乱，但是看起来真有艺术家的气质。你无看唔到，开展的就是这个机器人艾达。She's using cameras in her eyes. She's able to have a pencil in her hand and literally draw you as like a portrait or a landscape or whatever. 一般人认为讲机器人会当做真侪代志，啊，毋过无包括创作。艾达改变这种看法，透过目睭的亮眼机甲电脑系统连接，经过 AI 演算了后，艾达会当用鉛笔画出面头前的事物，而且进一步转换做油画、素描，甚至是雕塑。艾达是伫2019年做出来，制作者是画廊的总监梅勒，机器人公司钢天技术，伊毋是打开4D晓画图，是透过牛津大学学者所做的 AI 演算，一点一滴来创作出画图的能力，而且毋通就是伊画出来物件都共款。这个艺术家是立体派深度，伊的15百度啊，搁一座雕塑，完全无共款的。啊，毋过车闸开幕了后，来看的民众有2种反应。It's a robot. It makes people polarize hugely. People absolutely love it, thinks it's exciting sci-fi, that Blade Runner has actually finally come. Or it's, oh my goodness, they're going to take our jobs, this is horrible, run away quick. So we get both reactions. 机器人嘛会当创作，互人对 AI 嘛充满好奇甲惊吓。梅勒指出，因的目的毋是要推广机器人，是要透过一个月展出，互人思考讲科技有好处嘛有崩败，伫咧进入后一个阶段进前，有搁较侪伦理的问题爱面对。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英国政府为着提防武汉肺炎搁再摊开，已经有加强要求民众爱保持社交距离。打到因遐业者研究出一款挂伫咧胸坎的破链，人甲人若伤过活，机关就会弹，会着红灯。
伫英国这间生产自动化设备的工厂内底，每一个关卡胸坎拢挂一个圆形的装置。若是两个人挖伤近，这个装置就四红灯，而且哔哔叫，这是要用来提醒大家爱保持2公尺的社交距离。最近英国疫情阁有清关的趋势，政府定一日下令禁止6个人以上的聚会，所以来嘛要求餐厅、夜店暗时10点了后停止营业，而且鼓励大家伫咧厝内上班。若是这间有400外个员工的工厂，说一点嘛无烦恼，因为因自从3月份开始，就伫使用这种电子安全装置。伫咧疫情的期间，公司照常运作，就算讲几个礼拜前有一个员工确诊，但是透过这项装置所留落来数据，真紧就找出11个有密切接触的员工，互因居家隔离。For us, the key thing about the data is the resilience of the organisation. You know, if we have an outbreak, we can track and trace in minutes, and really accurately with a really high degree of confidence that we understand exactly who that individual's been close to over a period of time, so we can react very quickly. 工厂内底员工表示，当开始挂这个装置的时阵，大家确实无惯势，感觉同事之间若像咧起无空，毋过即马保持社交距离已经变做一种本能的反应，因为这是伫咧疫情期间保护家己甲其他的人的健康所必要的措施。毋过是要安怎保持社交距离，佫无去影响到室内艺文活动的演出，已经封闭停止6个月英国国家剧院。拜六礼拜，甲舞台搬去户外停车场，头一个办这种坐车来看表演场，大家直接赛车入场了，坐伫车内底，就若像私人的包厢，拄头姊妹拢袂接触。This is the first thing like this I've been to see, and I go to the theatre a lot, and it's been really strange not having theatre, so I'm really excited to see how it turns out tonight. 这场舞台剧的表演，观众会当透过 FM 的广播频道，伫车内底收听现场演出的歌声。若是台顶的表演者，除了一寡小金的戏以外，嘛拢尽量保持社交距离。记者综合报道。关心文化来讲，台南市是早前平埔族的原住民西拉雅的人主要徛起的地头。当台南的左镇国校也趁休热开课，来教学生囡仔学做早前西拉雅的食食、草仔粿、麻糍种种，啊，阁有做专门咧长鸟鼠的场嘛，即款古早时代的机关。安尼，镜头穿落去，穿入去我说，好，对。甲镜头存入去竹竿内底，一个拄着开关，手拢袂扶揪转来，就随互锁套掉咧啊！这就是较早西拉雅族用来当鸟鼠仔的陷阱。穿落去，安尼就够咧啦，好无？再用这个锁落来，锁再两落来。看这学生囡仔遮尔认真咧上课，斟酌咧看老师示范做法。台南市的指定国小，当年伫歇热的时阵，拢会举办西拉雅的文化体验课程，互囡仔学习用天然的材料来做好食的草仔粿、姜饼、甲麻糍。这也是我们西拉雅很在地的食物。小朋友借由体验活动学会了，那以后他也可以继续传承我们西拉雅的文化。因为台南市的指定区，因为是西拉雅的主要生产地之一，所以指定国小就来举办这体验营。希望会当继续甲西拉雅的文化保留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来看台南后壁上家当遮一个老师傅用手工做榻榻米已经超过50档，尤其变来工课做沙所剩的一寡甘草线料，伊也拢无拍算，继续加工做出细件的工艺品，看到有影是真奇卡。我目镜真斟酌量榻榻米的寸尺，老师傅跍伫巷仔内，一针一针豆豆啊制作榻榻米。已经78岁的赖客男，伫上家当做榻榻米超过50档，手工制作榻榻米看起来介辛苦。其实伊细汉的时阵，厝内种甘草，常常爱对老爸去割甘草卖互榻榻米店。后来伊才想要学做榻榻米。我迄阵咱甲阮老爸割树草的时，拢透早就去割中豆，即个割到挑种热啊，像即个种热啊，种买豆的时，迄足艰苦啊！我是讲看人咧做榻米，伫厝的内底咧做较快活啊，讲无我就讲叫人学做榻榻米，较袂遐艰苦啊。
因为手艺好，人客斗相报，伊的手工榻榻米嘛做出真好的名声。你也知影旱草好嘛，所以困得较会流汗，困这落足凉的。毋过一块好的榻榻米，大部分拢爱使用10几冬，所以这几年伊嘛发挥创意，甲做榻榻米村的咸草回收佮利用，变做高水的细项面啊。这算较怀古，算讲较有农村的迄落是啊。啊，这内底有一个玻璃罐啊，底切啊底呢。50年经验的老师傅讲，伊袂烦恼榻榻米会无去，因为只要伊的身躯会顶动，就会继续做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台南过来讲寒电，国内有将近90%的菱角拢是寒电遮出产的。虽然这几年因为少年人拢出征，菱角的失面但是剩无400架吨。不过，便若秋天到，依然是看得到农民挽菱角这款丰收的景致。农民坐伫咧渔船仔顶，无用挽菱角。便若到秋天，菱角大出。台南市关田区乌山头水库水尾所在，就会看到侪农民穿着这种规丝的工课衫，伫咧水田挽菱角。菱角跟水稻不太一样，它是连续采收。这个田区我可能采完了之后，那大概2到3周，我们就会再来采第二次。那一次一次这样一直轮到整个植株都不行了。根据农粮署的统计，国内菱角的产量有要我90%，拢是对台南出产的，其中又搁以关田区的产量上多。不过这几年因为人口老化，地区菱角的产量有较减。本来上多是超400公顷，啊，即摆因为人口老化吼，工的问题啊，所以即摆愈来愈减。虽望种菱角的人变少，不过关田区因为有乌山头水库的好水质，加上土壤较黏，所以种出来的菱角较 Q， 也加较芳。农民讲，因要继续种，让关田区继续维持菱角的故乡一个好名声。记者综合报道。关心环境来讲，地球的气候变迁影响大自然哪来哪严重。地中海只有一粒岛屿，因为海水的平面一直浮悬，热天时啊，阁会连续透风落雨，海龟咧生卵啊日日艰难，因的生存已经遭遇严重的危机了。海龟仔囝拄2脚爬出来了后，伫咧海沙堡顶悬真拍拼要爬向海边。这段路对人类来讲看起来是真简单，毋过海龟仔囝是千辛万苦才会当到位。伫路呢，因有可能去互人工的灯光，也是海沙堡顶悬的其他分野带去别位，提关系伫日头骹，或者是去互狐狸掠去食的风险。就算讲到海边啊，嘛有可能去互海鸟，也是其他的鱼仔食掉。这是塞浦路斯的海龟保育区，生物学家讲，当地石龟甲赤石龟目前拢已经强要绝种，有的还未孵出来就死去。We had a very extreme climatic phenomena. A lot of strong winds, very big waves, and covered the beaches. And I think we lost a lot of nests. 生物学家讲，塞浦路斯今年热天的极端气候，拄5月初就开始。过去规个热天，敢若1-2个风台雨，即马差不多逐礼拜拢有风台雨，造成透大风甲大影，迫害海龟伫咧海沙堡顶悬遭受生卵的基地。佮加上海平面变悬是愈来愈严重，啊，佮有海岸观光开发，甲盗鱼网仔所带来威胁，海龟要活落是无简单。Every 1,000 babies that go to the sea, 1 or 2 will survive to become mature and to come back to the beach where they have been born to lay their own eggs. 另外，海龟的性别甲龟卵伫孵的时阵的温度有关系，气候变迁、地区气温变悬，嘛造成母的海龟数量较侪，未来可能会去影响到规个族群的性别比例甲生产力。目前伫咧保育团体的拍拼之下，塞浦路斯这个海龟保育区，海龟遭受的数量已经从40年前的300个增加到2000个。保育专家烦恼讲，伫咧气候变迁的冲击之下，可能去危害到这项真无简单才得到的成果。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关心顶日啊，澳洲南部浅海的范围遮发生将近270只海翁同齐靠单，收袂转去海底意外。专家嘛讲，海翁是集体行动，一只带头的若收唔到方向，可能规阵就会做伙对咧遭遇危险。捌规阵的海翁受困伫咧水真浅的所在，数量是袂少。伊是长期领航种，当局统计拢总有3大群，要270只。
40个专家甲救援的人员2早起去甲因救起来。伫咧水较浅的所在，直接落船用行的，用吊索甲领航针固定伫咧船的北肚边引带，或者是甲因塞去水较深的所在。目前靠大的海翁内底有90只已经不幸死亡。救援的工作是甲时间的招标，嘛要做出不得已的选择。Triage is going to be quite important here. We've got animals spread over a large area and in a really challenging location, so we're going to basically take the animals with the best chance to start with and the ones that we're able to deal with. 救援的第一步是互部分的海翁倒去甲水较深的所在，看因浮伫咧水里的情形。若是反应真好，后一步就会甲因送去搁较深、搁较远的海域。头一天已经救25只的海翁，不过要抢救的困难点是可能会拄到大涌，爱靠船仔来斗相共。因若领航针会当大到7公尺长，3洞遐尔重，若受过大只，可能无法度顺利为水较浅的所在离开。另外，若船仔无法度到位的海域，嘛无法度去救援。专家小组按算拜日暗时会评估效果，看敢是需要修正策略。因若即个事件发生伫咧澳洲南部塔斯马尼亚岛西边麦奎里角附近浅海的区域，这原本就称在发生海翁扩大的事件，即个规模是10几年来上大的一届。因若集体扩大的原因，目前还无了解。专家认为讲，这可能甲海翁的社会性有关系，因会甲一个领导人缀好调。毋过，若带头的人方向毋对去，就真有可能造成规个群体受困。按过去救援的经验显示，伫咧扩大的状况之下，领航针差不多会当挡3天至4天。目前当地天气是凉凉湿湿，适合海翁生存。毋过，若时间拖愈久，就会愈不利。相关部门23会用红外线热像仪伫咧空中做评估，来确定有偌济海翁死亡。按算救援的工作会持续到拜6礼拜。记者综合报道。日本政府刚宣布讲，今年富士山头一阵的雪比较永过，提早32天落落来。另外，北极海的冰也愈融愈紧，人类确实着爱警戒。雪落伫山头远远看开去，亲像画中共款。日本山地关的富士吉田市21发布富士山初雪化妆宣言，代表赏雪季开始。我々の写真家も行動がこれから忙しくなるなと思いますけどね。甲高府地方气象台发表，富士山每年热天过后，山顶第一摆积雪初冠雪无同。富士吉田市所发布的初雪化妆宣言是为平成18年，也就是2006年开始，地方自治单位以宣传观光为目的，家己发表宣言。今年虽然也无加初冠雪时阵，不过初雪化妆的日期比往年早32天。另外，同款受到气候暖化影响的，抑有北极圈。美国国家冰雪数据中心调查发现，受到西伯利亚热浪暖空气影响，伫8月31到9月初5之间，北极海的海冰消失的速度超过任何一年。根据卫星记录，9月15测量到的海冰面积只有374万平方公里。And this year, yet again, it's a near record low, the second lowest extent ever recorded. And as the Arctic melts, more heat will be absorbed by the ocean, and all of us will be more exposed to the devastating impacts of climate breakdown. 这是自2011年创纪录海冰面积只有341万平方公里以来，过去40年来，海冰面积第2摆比400万平方公里较低，主要对北极野生动物生态造成威胁。气候暖化还佫影响加拿大甲格陵兰的冰层扬起的速度，那冰层愈紧扬起，全球海平面上升的速度也愈紧。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下半部温度关系，咱做伙来看详细。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28度到32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9度到34度；台南、高雄、屏东29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28度到31度；金马、澎湖25度到32度。感谢你收看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
大江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江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焦挂先。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主题是祭开秋分。秋分汉字写作秋分，罗马字写作此有秋，好运分。秋甲分拢是第一条。祭开来到秋分的时，秋天已经过一半。秋分这天日时甲暗时的时间平长，所以俗语讲春分、秋分，每日对分。这天过了后，日时会愈来愈短，暗时会愈来愈长，天气愈来愈凉冷，寒人豆豆啊来啊！秋分这时气候是无算热，嘛袂讲介寒。人讲200乱穿衣，就是讲旧日的2月甲8月，天气较无稳定，一天内底有时热有时寒，早暗的温度真差较济。要穿长袄还是短袄，就会互人真歹选择。秋分另外一个特色是热人的单位声较罕你听到，四界迎迎飞。袅袅趖的窗花，嘛美起来准备过冬。这个季节物产真正丰富，除了赤仔当咧挂，海面阁有无共的鱼阵收来台湾西部沿海。若讲到果子吼，鱼仔、豆豆啊、长红，软软甜甜真好食。俗语讲鱼仔若红，罗汉脚就目眶红。是安怎遮好食、遮水的红旗，会互人心伤悲咧？早期汉人渡海来台湾的，拢是查甫人。若是无甲有长远的北部族女性结亲情，都定会无厝通住，只好困庙里，特别是困伫18罗汉的脚边。毋只互人叫做罗汉脚。秋分过，鱼仔红，天气开始变冷，食无母无狗、有路无厝的罗汉脚就会真艰苦。毋只人会讲鱼仔若红，罗汉脚就目眶红。六秋分，短袄、长袄。200乱穿衣，春分、秋分，每日对分。鱼仔若红，罗汉脚就目眶红。天气凉凉，等收成的秋天是我足介意的季节。今仔日大讲一句就讲到这，焦挂先，我要来去散步咯。多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摆再会。好，来，好。